网称闽南龙啊，被中国福建省的公安发布赏金来通过，这个赏金的金额差不多新台币109万，所以啊，网络顶头马上出现一个叫行动处的户头，这个要求要伫台中针对闽南龙的动手，但是这款呢，等于是公开恐吓啊，所以台中市的刑警大队啊，接到检举啊，主动侦办。 他们说要在天祥街这里开会啊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来这边啊？网红闽南龙讲的就是伫咧社群的这个口组，讲伫咧台中组织行动处，嘛普文讲要对闽南龙做行动。佮讲暗时8点到台中北区的天祥街集合，通知行动地点，行动代号叫做无事，互闽南龙感觉威胁。对啊，今天也是来看啊，我也就不穿防弹衣了，因为在台湾其实也算安全了。 会造成很多身边有人的误会，因为他们说什么全球通缉，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发给我，他们就以为我真的是通缉犯。闽南龙看到文章是真着惊，已经造成伊的心理压力甲惊吓，佮较认为这个文章已经算犯法，就转讲到派出所报案。来报案兼自首。闽南龙到派出所讲要自首，看环境敢会甲听，讲是考试中国福建省这条通缉令。那台中市刑警大队嘛接到检举，嘛主动侦办，发现创办行动处的这个口组是来自境外。那经检视，该留言账号系境外门号所申请的。那相关的留言是从今年的7月25日开始活跃。那内容用语都是大量的使用简体字所以我们研判该账号系 中国人士。警方表示，接到普文内底讲到的集合地点，分别是北区天祥街甲祥和街。经过查证，有天祥街，不过无祥和街。因为普文的内容涉及恐吓，造成惊吓，所以嘛报请地检署侦办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